这是高雄规模上大、一档接办一届的独立音乐节。门票早早就已经卖甲空。今仔日已经成立230档的独立乐团，1976就要来这定台演出。是 V-vocal。可以，谢谢，可以。看到乐团的成员伫台顶表演甲遮尔骨力，台下歌迷嘛对着节奏来跳动，享受因的音乐。不过，恁敢知影，这寡精彩的演出背后，若是无大型公司咧照顾，什么代志拢会靠家己打拼的独立乐团会寡尔辛苦？因是安怎？为什么拢无？一步一步行到遮尔受欢迎的地位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唔知观众朋友，你敢捌听过一个歌手的一条歌，会当打动你的心肝，会当唱到你的心肝影内面呢？甚至讲吼，咱这个观众朋友，你去到迄个华山的大草埔，甚至去到高雄的大港开唱迄个所在，伫下骹对着这歌手伫遐画休，伫遐唱歌咧。今仔日咧邀请到2位专家来到现场，而且呢，伊是会当讲是咱台湾的独立音乐史内面非常重要的2位角色哦。头起先我来欢迎的就是咱的囡仔王的主唱，咱的阿达，欢迎。大家好，我是囡仔主唱阿达啊，大家好。第2位要来欢迎的就是咱的乐团1976的主唱阿凯，阿凯你好。你好。一开始想要来请教2位吼，就是讲一个叫做1976，啊一个是叫做囡仔王。恁这个团名是安怎号名的咧？我迄个时阵最简单的啦，因为阮迄个时阵一开始的所有的成员拢是1976年出世的，包含我啦，所以我嘛有岁啊吼。就是对，你差不多大，我差不多10岁左右啦，袂啊看下少年啦，对吼对。伫外口走跳，咱就是食这外口的吼，这面膜啊，少年就好，安尼囡仔王咧。迄时阵有真侪团名咧竞嘛，像阮就是讲，囡仔王较细汉的时阵可能较生我的个性，对啊，细汉的时阵拢是囡仔头王，都是囡仔王嘛。迄个符合我的个性，我就经这个名咧。当然啦，你正做一个吼，当时这独立乐团哦，算是较前辈界吼，较前辈。所以一开始先要来甲你请教一个问题，无的确吼，其实真侪观众朋友不啥了解讲，这独立音乐，还佫有这个独立乐团，伊究竟甲一般咱所听到迄个流行音乐，这上界大的区别是区别伫倒？其实音乐的本身是完全无区别，但是咱讲独立是相对于讲大公司来，因为本来英语是 independent 嘛，indie music、indie label，伊的相对就是像 Sony Music、Universal Music、环球唱片啊，个华纳、Warner Music， 只要唔是因出版的作品，只要唔是因出版的乐团的作品，基本上拢是独立乐团啦。所以歌你可能听袂出来，但是对因的实体作品啊、CD 啊，你可能会看到这个差别。对，一开始的定义本来是安尼啦。一开始的定义。安尼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讲吼，既然有这个独立乐团啊，是咪另外佫一个名词叫做地下乐团？我是个人是最介意地下的。你这2个之间的差别是差伫倒位？嘛是有真大的差别。我唔知观众朋友有兴趣无？因为地下就表示讲革命啊。反对者啊，反对的，较危险啊，较主流的价值观较无共款，就是伊表示讲是一个主流的相对的位置，所以我是个人是足介意地下这个事的，较介意。
对。毕竟啊，咱这个团体，咱是一定就是讲，想要做伙来唱歌的人。啊，当然咱少年时阵，大家拢是戆胆，少年心态拢戆胆，想讲我要来做啥，大家拢招这就是来唱。啊，迄个时阵来讲，你免组成一个乐团了，恁经济名叫做囡仔王。啊，总是恁有想要做迄个目标，想要甲别人区别啊，无想要讲哦，无甲这前辈讲哦，我想行迄 old fashion 迄款风格的时阵，恁会想讲，恁会做啥物款风格？恁的目标是啥？迄时阵一开始的风格是因为阮南部有一个乐团叫灭火器，伊个较朋克嘛，我本来是想要学这朋克的，但是咧学的时阵讲，其实这朋克全无合这个囡仔的个性，叫人想讲啊，无你因为阮这就拢有用台语咧创作啊，咱就用台语来达到去改变这所有的音乐的迄个元素，系啊，就自然而然就变即摆风格安尼。阮是1987年的时阵，台湾的军事戒严结束，迄个时阵要入去青春期。我所以大部分的，所以咱讲第一代的独立乐团，基本上拢是这个会，像五月天啊，有无？那30啊，大家基本上都要入去青春期。啊，军事戒严影响阮，像我这款人上大的就是迄个时阵，台湾社会咧流行，阮拢无爱。阮爱全世界的物件，因为有一天看电影唔免搁唱国歌啊嘛，所以迄感觉会足好的啊，啥物反共复国啊，啥物迄种口号拢无去啊。啊，电视开始世界上所有的电视台、所有的唱片公司、所有的电影拢来了，所以迄个时阵阮是足介意英国摇滚的，英国的所有的物件，阮拢足想要成为迄种较自我吧。身躯无任何包袱，无任何的束缚就对啊。对，阮就想要安尼，阮想要成为一个乐团，阮想要做家己的歌，所以阮嘛无唱别人的歌过，只是讲阮会足介的英国乐团，阮会使用因所有的元素，伫阮家己的创作内底。对，就是讲解除这个束缚了，你想要做一个自由的人的时阵，恁也用恁的迄个理念嘛，拢放伫恁的歌曲内面。呀，恁先开始恁创作迄个歌曲的迄个内容甲方向啊，大概是啥物款的方向啊？其实歌词占一部分尔，阮是整体来讲，阮是真介意英国的80年代算后壁吧，迄种 post punk 后朋克，即摆咱讲，啊个 new wave 新浪潮，即种的元素伫内底。歌词无一定啦，歌词大部分拢是要入去青春期啊嘛。阮是96年的时阵开始算乐团的，19岁、20岁的时阵，迄个时阵就想讲，大家要面对的就是学生的时代的生活。家己介意的人，家己介意的事，大部分歌词拢是安尼尔，但是形态是愈来愈接近 Britpop、Post Punk、New Wave 这种。对，安尼想要请教就是阿达啊，恁迄时阵开始组的时阵啊，恁遮的成员大家年岁大概拢是几岁啊？因为阮成员拢是伫大学熟识啊，大家拢伫遐有20岁左右。对啊。安尼像恁迄个时阵啊，就是开始组这个团的时阵，毕竟讲大家拢像你像所讲啊，其实大家就是差不多20岁左右的时阵吼。要组成这个乐团啊，第一啦就是讲。大家先开始一直想讲，咱先耍一个耍佚佗尔吼，但是久来就讲算有心得了后，就开始需要一寡就是资金啦，还是啥个正人这讨论，就是讲团体组成了，人甲人之间的互动是足复杂的。像恁在恁的团员之间这互动啊，还是讲讨论的这过程当中，你感觉遇到啥物款的？就是障碍啦，还是困难，还是讲较趣味的代志，咱敢分享一下无？阮若大概咧练团，阮拢爱开足侪时间伫外口遐，因为阮咧练团的时阵，阮伫阮兜多一个迄个练团室啊，用一个简单练团室。因为阮咧练团，阮拢伫外口咧开讲讨论一寡知识嘛好啦，还是一寡问题，所以其实练团的时间足少的。阮拢开足侪时间伫即个部分顶面，所以阮大量咧讨论一寡迄个要去的方向啊，啥物拢是伫即个时间内底，所以其实阮拢是无讲有啥物冤家啊啥，就是有啥问题大家提出来讲，就会看要怎去解决安尼。对啊。对，因为其实按若知影先好斗阵，你像恁的这个团员咧，恁是大家有讲个性足强烈的无，还是讲规个迄个意识足强的，所以意思讲，恁伫咧讨论这个音乐的这部分，不管是迄个曲的编排啊，甚至是讲这歌词的填写这部分，你有发生什么款的冲突过无？
就是阮差不多要30岁，迄个时阵，阮变做是职业的音乐人啦嘛。对对对。啊，迄个时阵了，阮就会那像公司咧部门咧参详安尼，阮有分工啦，阮有会巧好，但是个性。阮团的是不是靠到顶？嘛袂应该袂冤家吧？我嘛唔知，因为我身处其中，我真正无了解讲哦，这部分是安怎，但是阮自细汉敢若拢真好到底。开讲安尼沟通，大啊，系啊，啥问题就摕出来讲安尼，袂讲我生气还是你生气安尼。哦，我是想讲，我刚学一寡什么秘密，或者你的歌袂知无？但是真正无啦，真是无，可能困难，真困难。哦，这比较是恁这对外公关做。我嘛是因为安尼，但我都算遮久，啊你有遮个节目就可能早就无算。真正对啦，因为这毕竟是咱人是知影先好到底吼。如果像你即马讲，你即马已经变做是，等于讲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一个做制作一个团体吼。啊，当年我里面个好奇是讲，恁新开始那会决定讲，就是讲对一个比如讲像囡仔耍的一个团体开始，变成一个讲后定定表演一个乐团啊，独立乐团了后，落尾才决定讲，恁真正就是讲要走向一个公司化这制度来营运一个乐团。其实主要是有歌曲真成功啦，这基本上都是伊变做一个职业的绝对因素。无这道真好呢，你会当小算一下，若是讲一张票卖1000块，啊，你伫1000人的所在表演，今仔日就100万了。啊，你这个跳互人一半，对不？一工，当然讲啊，头前的准备真久啊，真侪道理嘛，迄是当然的。各行各业拢是爱安尼道理嘛。所以这是差不多离9岁、30岁的时候开始想讲。要安怎？其实阮拄过一遍，阮就结束啊。阮2001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已经有3张唱片啊。但是迄个时阵要做兵啦，古早做兵爱做2年嘛，一年一个，那是他大下就1年10个月嘛。一直咧想讲以后要继续无？对啊，我就去上班啊。咱歌手就去日本读册啊。其实阮等于讲结束啊，是离9岁、30岁的时阵，迄个时阮弹吉他，迄个讲世界上无欠一个上班族啦，但是佮欠一个摇滚乐团。啊，就那像日本的迄网咖安尼，就热血。阮4个都好骗去，阮就开始佮继续耍啊。因为以前都真侪歌真成功，但是以前的心态是讲，这是一个敢若学生时代算社团的连续，继续落去尔，也无啥物啊，掌声啊，钱，那像打工咧，但是做一个讲袂歹的打工，够有名有利这样子。以前的想法敢若是安尼了，啊，就像当社长安尼，对，只是讲其他时候讲这句话嘛有道理啦，运气嘛真好，迄个时阵乐团已经真侪啊，所以阮拢开始讲，将伊当做一个工课来看待。因为真侪歌手吼，因幼起的时阵，因少年时阵红，真侪人去做一个兵了，回来了变讲无遐红啊，所以就可能伊的迄个演艺事业就安尼切落去。因为囡仔王恁的，恁敢有等过着迄个就是团员啊，要离开，还是讲你有一段时间休困了后，所面对着就讲休了后。唔知要歇偌久，歇了后，到尾要继续，恁敢有等过着这款的情形？嘛是有啦，但是阮这边是多1年了，靠了最近可能存在高的，所以较短啊，年代差别。所以其实可能时间嘛较短，无我1年嘛，所以大概嘛是有一个共同的迄个共识啦，就是讲，反正咱若退伍了，再搁继续耍这乐团呢，对啊，所以可能较无像咱迄个凯哥因安尼，可能有停一阵啊呢，阮就是讲这边这段时间小缓解呢。对。安尼听讲你是毋是有迄个团员离开个另外找其他的团员？对，因为迄时阵阮迄个团员有想要家己开店做头家啦，对啊，所以大家人为了行到一个所坎站有家己的想法，咱当然嘛是甲祝福啊。是啊，所以阮就伫这当中就找新的团员。对啊，迄时阮咧找，阮就是讲，阮3个迄个生了较不遮缘投啊，可能爱需要一个较缘投来弥补这个位啊。所以是，所以咱就上架手，我的架手柄，上架手柄迄个，我的架手柄。一个。嘿，对。所以你是找这较缘投来甲。对，来咱这个补这个位咧，欠迄个
颜值的部分。哦，对，对，但是事实上不是安尼讲啦，是讲真侪人吼，观众就是你的听众，你的歌迷介意的时阵，看久就会生厌嘛。啊，嘛是有影有人讲咧观众缘，对，观众缘啊，对吼，所以有当时啊吼，咱食的是18个功夫，唔是食迄个红仔头啦吼。也究竟呢，这两位呢，因伫咧这音乐创作当中，行这个独立乐团这条路，有偌济点点滴滴伫内面是咱唔知影咧，但是要休困一下，较听继续来讲。这条路哪会这么长，这么远啊？较早我拢感觉这哪有啥，目一年就过啊，今仔来到这，才知影不是遐尼简单啊。月娘啊，月娘啊，月娘啊。你甲笑眯眯啊，欢喜的日子总是过了较快活。你敢知影阮在想啥？你敢知影阮的心声？月娘啊，月娘啊，月娘啊，你甲美去对啊。佚佗的日子总是过了较快活，阮的心事就讲予你听，阮的愿望就拜托你啦。你的愿望要拜托月娘，啊，这条歌是恁家己创作的对吧？嘿，我家己创作。因安尼像这条歌，恁阵啊是大概是啥物？当时创作的啊，你是迄阵啊时阵，就是讲咱咧创作歌曲啊，就是迄旋律啊，这个歌词拢总是爱有一寡灵感嘛，吼。呀，安尼这个灵感是对倒来的。像当像一条歌月娘，就是我咧做兵的时阵所写的，嘿，因为伫兵啊内底嘛，因为半暝啊，阴暗时阵爱伫咧兵内底行军嘛，啊，做些代志咱就拢无法度甲别人讲嘛，啊，时阵咧行的时阵都抬头就看春月娘尔，所以就甲咱心中所讲的一寡代志拜托月娘安尼，对，就写出这首歌，写出这首歌。对，安尼要继续来请教阿凯啊，就是讲吼，也在你迄个时阵，迄个创作，因为你拄仔讲就是你是开始拢唱恁家己的歌嘛，到即摆你感觉佫继续伫创作，嘛是有，还是讲量变较少啊？嘛是有，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拢咧做别人的物件。讲咧做别人物件。对啊，啊，即摆若是少年的。若有来找我，讲伊的歌袂歹，我就会想讲，安怎算袂歹，我就会继续来了解。哦，啊，有诶就会变做像我参马达，有诶就会变做咱的有伙伴关系。嘿，对。因为安尼像恁创作者遐尼侪歌曲啊，就讲吼，因为毕竟讲，其实离即马差不多，恁已经要到30年啊嘛。就讲恁的乐团，就是讲1976，就是讲恁迄个时阵，到即马已经特别30年。也在这段这时间吼，你讲长无长。底无底，真侪歌手，伊咧演艺这生涯当中，伊唱歌这个风格啦，毋管伊迄个唱词啦，伊是讲曲风啊，开始拢做一寡转变啦。也安尼包含恁家己本身的转变是一定会爱啦，但是阮团是做袂到的，因为大家上好的部分，上介意放伫即个乐团的部分，拢会放做伙嘛。我感觉大部分的乐团拢是真困难做着转变，就是大家拢了解讲。可能有必要，但是大部分的乐团，包含咱啦，我感觉是做袂啥会到，都会伊都一个风格，一个态度，都会一直行落来。因为恁唱这个歌曲内面啊，恁是华语歌曲较济，还是摇台语歌？啊，我平常会讲台语，但是我写作也唔捌用过台语，拢也是华语歌。对，哦，我见安尼这节落煞了，你会当试看卖。我最近常常咧看迄教育部的迄落正确的写作啦，因为台语写作的嘛是较无共款，即阿达就了解。就是迄个台语字啊，因为毕竟讲吼，台语有真侪技法，其实有甲华语有些寡无共款。华文的写作，我感觉大概是有较熟啦，特别讲阮大汉的过程内底，啊，台语的写作是一个新的爱学的啦。我即马会当甲阿达学。对，因为毕竟讲阿达啦，像你进前就是讲，恁自英国甲即马，其实恁拢是大部分是做
台语的歌对不？啊，为什么你会想要做台语的？主要是因为我自细汉拢甲阿公阿妈住做伙嘛，所以拢是讲台语大汉的。啊，大汉了，拄做这个团，无办法写过华语歌，但是团员听了讲啊，哪你唱这华语歌怪怪的，无写无我开口，对啊，所以就讲啊，无你真正有写歌台语歌，无咱就用台语歌来创作来生看嘛呢。所以就决定用台语歌。其实阮迄阵在创作无想到市场的问题，因为迄阵学生的时代就是大家拢是兴趣咧耍趣味的嘛，对啊，就是唱啊，大家人听安尼尔嘛，无想讲爱安怎安怎，对啊。但是等到即马愈来愈侪人会再接受台语，我讲台语的部分愈来哪侪人欣赏。对，真侪人出唱片，像讲流行歌曲，伊可能有一寡商业的可能，讲比如讲我半年爱出一张，我当咧唱的时阵半年来出一张，也安尼恁敢有对家己有所期待，就是讲我偌久要出一张专辑无？哦，较早有呢，但是迄是要赶做兵进前，因为阮写的歌差不多会当做3-4场表演一场换歌嘛，所以迄个时阵轻轻的差不多30几地，所以会当录3张，阮都真正半年一张呢，迄个时阵啊，在做兵进前啦，阮2001年开始做兵。像阮啊，就是讲一般歌迷吼，买一张这个 CD 啊，可能就是对300块、500-600块，甚至到就是900块、1000块拢有啊。啊，当然讲，只是恁的迄个成本一定是反映伫咧卖互阮迄个价钱当中，所以我会当知影讲，其实迄个一张迄个成本应该是算是真悬。也真做就是一个独立乐团，伊之前有讲过，就是讲无人甲你主动甲你找这个资金，甲你做这个 promo 啊，甲你来推广这个物件。啊，你这个资金、这个资源是安怎来的啊？真久进前，文化部迄个时阵，一个是新闻局的业务，对无？就是有一条钱会当帮助乐团做录音，我拢鼓励大家去申请的，因为这真好呢，这是补助嘛，你唔免核销，核销袂讲介复杂啦，而且政府嘛唔免占顾啊，啊，即马这个业务是文化部咧做，这是袂歹，几十万啊。我感觉会当做啦，家己标一个会啊，也是讲银行贷款，拢是做会到啦，无讲门槛，无讲遮悬啦，无遮复杂。伊迄个时阵做头一张唱片，总共开偌济？第一张真少，第二张嘛是100万以内，但是开较侪钱伫咧买广告，伫咧宣传家己啊，拍 video 嘛，这种拢迄个时阵该做。但是嘛有唱片公司投资啦，我其实一直用家己的钱做唱片的时间真少，一2遍尔差不多。那当然后摆请教就是咱的迄个阿达啊，就是讲，咱来在你啊，因为毕竟就是讲你是算是较少年一挂，即个独立乐团，即个主唱，即个成员吼。那在恁面对着即马这社会这个部分啊，你是要安怎去拍出恁家己的迄款市场啊，还是讲去做这个宣传，互人知影咧？应该嘛是大部分拢是伫网络顶管啦，就是把你的作品啊，还是你所谓形象的部分拢做好，啊，就是还是较古锥的，像阮前阵啊有一个迄个中秋节迄个水产的迄个直播，就是算趣味的，啊，就甲迄设计较古锥的，互人较会接受安尼。哦，对，啊，讲到迄个水产、海产的直播吼来看。囡仔王字控制字，中秋航卖礼盒，所以我想要这好奇的是，先讲说，所以感觉你敢会，可是我真歹去想象，就是讲，为什么恁会搁另外来卖这物件咧？哦，因为阮伫阮迄个家族仔内底水产公司上班啊，啊，阮就有一个 idea 讲，啊，既然人这水产的直播这样流行啊，咱无来算看卖啊，咱嘛来用一个直播啊，配合一个活动啊，甲迄个咱的朋友安尼互动，一个安尼，系啊，就做这个活动。哦，啊，迄生意好啊，歹？生意无介好，主要是大家咧趣味啦。哎呀，我拢一直为了秉持着趣味的代志咧算安尼。系啊，对。因安尼我想要搁再请教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像你家己本身是有另外在上班是，吼，为什么就是讲做乐团这部分，无都正做你上界主要一个行业的？主要嘛是可能像咱在咧开讲的当中讲的，就是咱的作品可能无到一个坎站啊，人无法度支持咱的生活，所以咱就必须该有一个工课来支持一下。对啊。
所以等于讲就是讲，你算乐团这部分算是你一个真大的兴趣、真大的梦想，但是需要嘛是有一项物件来鼓励巴肚。对啊，是啊。对。要听讲阿凯，你家己本身有一个最专业的这个录音性嘛？因为我知影讲你即马上届最后你的完全你的工课都是在做音乐相关的这个工课。咱先简单介绍，这是你的录音室对不？是，其实帮歌手训练。帮唱片公司训练啊，其他的乐团要来录音，阮拢会做啦。只是讲，我是拆做三粒，一粒排练，啊，一粒是办公室，一粒是录音。啊，大家若是讲会当做伙讨论，应该直接嘛真欢迎。对。要安尼像恁讲有，比如讲哦，我想要出唱片，我感觉我认为真够唱歌，我想要请恁帮我写歌，互我出一块唱片，安尼敢有法度？嘛是会当讨论啊，这是无问题。阮嘛是想讲，这个部分，特别是我啦，我对舞台的兴趣已经无讲介悬啦，就会当讨论。我阮拄仔有讲着嘛，有常常有乐团讲，阮写歌袂歹，我就会想讲袂歹就对，我就拢我的兴趣吧，我拢真想要了解，讲袂歹真多，啊会当做商品无，会当卖互别人无，这我是拢做有兴趣的。讲到一张好的音乐作品，要来甲伊行销出去，拢会希望讲会当受到正人的听受甲欢迎。究竟这个音乐作品诞生了后，要安怎甲伊宣传行销出去呢？这其中的眉眉角角，咱小休困一下，下等继续来讲。全世界拢共款，独立乐团要像流行乐团，有强力的唱片公司互因做幕曲，提供资金来做宣传，会当伫真短时间内底就拍出名声。若是独立乐团要趁钱、要出名，拢是爱靠一间搁一间的表演，慢慢累积出来的。甚至有的歌迷已经看因10档、20档，为少年看到中年，一直都无改变。像像美秀这条就袂歹，因为是敢若符咒同款这样子，嘿，它特别是这，我就介意这，那都买无。去看一些专场或现场后，就觉得哇，那个乐团的现场真的是他们的歌就是他们自己的本身，然后非常有风格，所以在现场，而且跟很多乐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热血澎湃。因为我虽然是台湾人，不过我台语讲了无多好，所以我听因的歌会想要台语啊，我感觉这个是一个真好的影响。现在以前都开始就是听因的音乐，然后因，我感觉伊做音乐真真诚，真诚的台语是什么？真心，我唔知。就是因有家己的理念，然后不管伊是政治还是安怎，因拢就是会用因的音乐表达因的理念。到底这挂独立乐团有啥物迷人的所在，会当互歌迷这么始终支持到底呢？作品若准好，关起个厝里内面吼，无互正人知是唔知影啦。总是爱把这好的物件推广出去，大家才会当了解。一开始要先来请教到咱阿凯啊，就是讲你即马有真侪人甲你讲，我唱歌真好听哦，我这音乐袂歹哦，但是这个袂歹总是有一字歹字啦。就讲好无十全歹无加两，咱们这个好的这个部分呢，恁通常一个判断这个物件，伊到底会成功袂成功，恁的判断的根据是啥？恁要哪甲伊行销出去啊？最近较流行讲，将卖出去、行销出去，加这个物件袂歹，是敢若好听无？这两个代志合作伙，因为有一个网站叫 Street Voice 嘛，大嘛有咧用，就是伊顶管有真侪 demo，有时阵阮 demo 都会拼出去啊。阮有艺人的 IG 都就最人的嘛，阮都会拼互大家听看卖。其实你会当先不管收入吧，你会当先看一个歌有可能成功无？你头前会当取到的资料都真侪啊，所以阮即马能合作伙，有时阵发出来变做 CD 的形式发出来，已经真侪人拢听你唱过啊。所以即马阮常常会安尼做。
对。也安尼像一个商品一个设计包装的时阵啊，恁的考量的点是伫咧倒位啊？即马就是像设计包装，阮就会愈中心化。像这种要销售引爆的时阵，阮的去中心化，我们会交给 social media，互咱数字。但是做商品的时阵，阮即马拢是固定合作的，拢是大师，像严伯俊、小光啊、卢玉轩，这拢是最厉害的大师。阮拢会让他更艺术的部分愈较自我满足吧。即马愈会安尼。对。所以，顶面讲，即摆恁做的目的就是讲，会愈来愈进步，希望免顾虑迄个面向，会当就是顾愈来愈济。对啊，可能嘛一部分啊，像实体 CD 的功能，愈来愈像明星商品了，愈来愈像计量，愈来愈像一个签名的载具。对，所以想安尼，就是想讲，这个物件是要做了真好，印了真水。对，因为毕竟即马就是要买 CD 的人，应该算是较少吧。有较少，但是伊袂阁退步啊。因为有 CD player 啊，一定要买 CD 的人，伊的数量是固定的。伊是固定。乐团的粉丝会较忠诚啊，会较专心吧。你袂讲即马这唱倒一个，你就去转去买倒一个，干嘛买啊？对，因为你讲的这个现象，应该是甲伫咧迄款即马社会、款商业、迄款流行音乐内中，这歌迷开当着这换来换去的这款情。对。至于说实体 CD 会不会谷底反弹，我看是困难啦。但是谷底应该差不多就是安尼。你那是谷底啊，起码就是谷底啊。你跟他唱嘛？对啊，可能3年前就是谷底啊。因为即马都感觉讲，拢差不多就是安尼。对，因为我昨去洗唱片行了，看到讲迄个几多年前的唱片，还阁放伫迄个顶头吼。但是对，但是我总是讲，伊放伫迄个顶头，表示讲。应该还阁是有人会买，好，所以伊才决定讲，伊会想要甲伊放伫迄个顶头啦，吼，对。啊，另外顺续要来请教就是阿达啦，就是讲像恁本身啊，独立乐团啊，除了就是讲别人甲恁邀请，叫恁去遐做表演，才收入以外，恁敢有其他的收入啊？其他收入就是因为阮即马大家人拢过另外一个工课，所以因为主要收入是别项工课啦，系啊，所以要以乐团来讲，就是演出的收入。哦，所以阮的周边嘛无做较济，嘛无做伤济啊，所以就是阮底遐的数量袂了，阮就无去做。对，就是其实就是亲像恁拄则就是阿凯讲，就是讲恁这歌迷其实对恁就是最适中的啦，所以恁出的这周边产品嘛，算是讲恁一点仔的这个收入在来对啊吼。当然呢，我想要继续来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讲像阿达你啊，就是讲你讲你是较后期的，即较少年这的独立乐团吼，亲像你的歌迷迄个年龄大概拢是到一个区间较可能20-30岁这个卡达吧。系啊，大约这个。20至30只，嘿。哦，也安尼阿凯你咧？我嘛是诶，你像你看到大港开唱的影片，我嘛是，但是我对这是感觉足好奇的，是安怎？这是安怎发生的？这其实我有观察过，可能就是较超过30几岁了，有的人可能有伊的家庭，有伊爱做，就是爱负责的部分，所以就较无都去参加这个现场。所以这个现场可能拢是20-30岁的少年人较侪。哦，对，因为我想讲吼，因为你毕竟恁的迄个1976就是到大英特别30年啊嘛，我想讲啊，迄个30年的时阵，若准讲20岁时开始听恁的歌，到今嘛嘛伊特别50岁啊嘛。对，差不多啊。对，所以我讲的是真好奇的，讲特别50岁，就这歌迷啊，到我这款就是讲你英国这西中迄歌迷，到今卖还个比如讲，就讲发消息互恁啊，甲恁互动啊，迄是较古早迄个歌迷吼。你嘛咱回想讲，你迄时阵就是你迄阵啊，就是20通会时阵唱歌时阵，遐个歌迷互动，甲今卖你所看到，比如讲你去大型的迄个唱歌哦，大港开唱迄个所在，遐歌迷互动，你认为敢有迄款感受？无共款啦，我是无差啦，我是会想讲，这是毋是爸爸妈妈都来看我，所以才会知。但是是真趣味啦。顶边歌手甲我讲伊，阮伫淡水有一个演出嘛，迄个时阵是政府的一个活动，阮的海报都搭伫个淡水河边，去遐散步的时阵，就看到就是情侣，高中生安尼10几岁安尼，迄妹妹就讲伊要看1976。
啊，边仔阮海报嘛，阮鼓手甲因录起来。啊，迄个查甫的就讲，伊就觉得我还好诶，但阮鼓手甲阮讲的时阵，阮足欢喜诶。因为这十几岁人知影阮是像的。我还好听起来那像。表示我们的事业还在延续，虽然我们表演有较少啦，所以这嘛真趣味。我的部分是安尼啦，但是少年的是安怎看阮的，啊是安怎因拢会晓唱。我感觉可能嘛是因为 streaming 平台的关系，因为 YouTube， 然后 KKBOX 有无 Spotify， 这拢是一直咧迄落嘛。啊，特别然后音乐节请到咱。啊，有的歌就是变做大家一定会唱，所以我嘛一定爱唱，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吧。对，咱总是希望讲咱对咱家己本身的支持者，像我的支持者拢有的拢是迄个3岁啊，因为伊妈妈是无去家庭，所以我的观众真正是3岁。所以啊，咱的工课袂歹对不？咱的服务2代人。对，无定3代人拢会使，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连囡仔我拢袂包，对，服务3代人。对，要安尼像。阿达你咧，你有迄款足激烈、迄款足支持，就是足少的歌袂无？有啊，因为像阮伫南部，所以可能实在阮内容伫南部较济嘛。啊，有时我若来到中北部表演，因为专工各位叫高雄南部安尼开条龙哈，恁个调工去走一段路才远着，对啊，就是这样。感动诶，因为就是即马拢社会伫咧变动吼，就是讲其实像这段期间，比如讲像恁出来唱歌到即马，特别30年啊，其实这是30年了，等于讲是一个人吼对囡仔到就是成年人独立的年龄，这段30年来变动是足大诶。啊，即马来到这个网络的这个平台了，所以这音乐拢上到网络了后，就是这歌迷拢会当伫咧网络顶头听，比如讲伊买一个会员会当听的时阵，这收入对恁来讲，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是差伫哪？我可能无法度精准的去讲一个数字，甲大家分享，但是。综合来讲是袂歹啊！啊，像阮公司、阮乐团会当跨过 COVID-19 这3年，主要就是被动收入真悬。被动收入是包含什么？就是包含讲咱实体 CD 的收入，啊，还有数位上的收入，啊，还有明星商品的收入。一个音乐团体、一个音乐公司爱成功，这被动的部分就是靠掉演出啊什么，一定要过半。啊，我朋友讲啊，如何？伊讲要到90%，因是做成功的公司啦，所以我感觉嘛是有道理。就是你是一个音乐公司嘛，你是一个音乐团体，你一定爱出来唱。啊，若你老，也是讲有啥物状况，社会有啥物变化，你要安怎行落来？所以，你若歌有成功，咱拄仔有算过嘛，就是有真侪方式会当互你。表达讲你做这道是正确的，你可能那像你泡的茶，大家爱啉，这种你就会当对配方啊，对伊的品牌销售，你也当延续你的音乐寿命。所以我感觉，而且可以让更多人喜欢，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啦。所以被动收入一定要超过一半。主要是安尼。对，因为即马这个平台就是网络平台，即马上网了后，其实讲恁的歌曲啊，迄个比如讲迄个歌是讲。点阅率吼，恁敢会去要紧迄个数字啊？有时阵会当操作，但是主要嘛是伊嘛是这块歌有可能成功无的基础。就是你啥物拢无做的时阵，伊的最上低流量会当到倒位，伊变做是导主的一个参考。但是讲伊也是袂歹。对不？有时阵安尼嘛，对。你啥物也无做啊？一礼拜可能5万遍啊，伫 YouTube， 安尼这个歌会使，都是咱有一个简单的换算的方式。对，这咱叫啥？自然传播率，自然传播率有一个地板，有一个天花板，啊，会当真简单的当超过，所以这会当作为参考。对。但是阮这度嘛是无法度点石成金啊，无可能。这歌无可能，阮嘛袂做。愚公移山的代志，对啊，这嘛无可能。对。即马最近这几年啊，伫咧华山吼，这个大草埔迄个所在，就是讲说简单生活节吼，来做个唱歌的活动啊，甚至讲高雄迄个大港开唱迄个所在，伊请做者无共款的这个乐团，大家来遮轮流表演。啊，亲像这款轮流表演啊，等于讲是甲大家拢 call 来有一个做一个交流的这个机会时阵，互大家个会当听到讲，有无共款的迄个独立乐团伫遐演出的时阵，是毋是听讲这款的形式伫英国较毋捌看见啊？其实嘛，2、3年啦，
我自我细汉的时阵，要要开始表演的时阵，迄个时阵都有春天呐喊了嘛，Spring Scream。1994年、95年吧，迄个时阵都有啊。世界当然嘛是足侪，为60年代来已经嘛50-60年啊嘛，嘛是真侪。这个形式，只是讲即马变做嘛是一个生理。对不？即马嘛变做嘛是一个产业啊，就对赞助商的投资啊。对。对，你看大港开唱有汽车的啊，有啥物饮料的啊，拢会投资。表示讲这度是袂歹啦。表示讲这度来啊，特别是 COVID-19 了。对。也安尼，恁认为讲疫情对恁来讲，恁的影响有真大？其实影响现在是阶段，因为所有表演拢无得表演嘛。你像咱拄仔凯哥讲的，你也无。被动的收入的话，就是爱客演出啊，像阮就是主要拢是客演出的，就完全拢无收入。对啊，所以就需要搁做别项工课。因为你有冇讲想讲这段时间，等于讲所有的人拢冷静的时阵，等于讲吼，这市场吼，是敢若讲结冰起来共款，就先停一下。但若是这段期间啊，恁敢会想讲，恁要哪去比如讲，互家己搁较进步啦，或者是讲恁在这段期间，你有无共款的迄个心路历程，或者讲你有新的发想创意？在这未来特别改，我是感觉讲有时间就当写创作的时阵拢会创作，这真正的。啊，但是公司是无法度运作的时阵，因为着要活落嘛。所有的公司拢会调整，包含阮这种公司，阮都会开始做一个调整。伊准备讲，若是 COVID-19 继续落去变怎，还是讲？伊若是明仔载要结束变安怎？阮有两三个 plan， 公司就会安尼啦。但是所有的创作者拢变做，阮讲较好听咧，拢变做调用身体啊，调用心情，调用身体。对。写歌我看是太困难了。我相信啊，即马大家应该是健康未来愈来愈开阔啦。对啊，这嘛是一种真好的条件。对。还有健康到了做吧。因为安尼就是讲到吼，除了伫咧台湾这个所在，我相信就亲像你所讲的，其实是外国真侪国家嘛，类似办这款的音乐节的活动，恁拢应该有去参加这个经验对吧？像这张相片，这是去到倒位啊？这是阮迄时阵去韩国。表演的一个音乐节叫连打嘛，连打音乐节。系啊，因为阮第一场阮啥物拢无准备，去到国外第一道表演嘛，所以去哩甲台湾的表演的迄个感觉完全无共。所以阮表演了来讲，咱来表演啊像你来也无介好安尼。所以阮伫第二场之前，阮就讨论讲，安尼你去哩我去哩台顶就是像伫台湾安尼，迄个热情甲大家表演，因来写一个迄个大字报，对，看讲啥就大约就客开互大家，互韩国的朋友知影我在有咧讲啥。所以伫第二场了就咧表演开得非常的顺利安尼。所以其实你认为讲，迄个时阵表演时阵，语言是最大的障碍是？主要我感嘛，唔是语言，是你的迄个态度，甲你出迄个感觉，互人感受会到，就法度超过这个语言。像我一去就讲，大家好，就像伫台湾安尼，大家人话个说热情就大家好安尼。对啊，所以我讲这是超过一个语言的界限安尼。15周年方向感1976。咱就是伫香港即马算硕果仅存的一个 live house， 有600人左右吧。迄个时阵都是咱做一个巡回，但是香港本来就是对台湾真熟啦。阮其实有歌记录啦，但是因为我伫舞台顶管嘛，所以我家己无翕。像 Summer Sonic 阮嘛有去表演啦，啊，有法国的坎城嘛有去表演。迄个时候感觉讲真奇怪哦，我是一个台湾人，感觉到韩国的文化入侵的能力足强的。因为我伫坎城一个咖啡厅啉咖啡的时阵，迄个时阵主厨啊，然后头家拢出来甲我翕相，因都甲我讲韩语。因为想讲我穿西装嘛，然后都有准备嘛，因为迄是一个唱片展嘛。我拢安尼一个亚洲人，二话不说的跟我安尼哈塞哟。所以我感觉到韩国的整个文化入侵的实力。对，因为毕竟因的迄个演艺事业其实对外输出是一个足大量的一个输出啦。所以其实真侪迄个国家其实拢会受到迄个韩国潮流的影响，拢甲真侪亚洲人拢认为是迄
迄个是韩国人吼，也安尼像你本身啊去到别个国家，比如讲香港啊，是去到讲法国啊，其他迄个国家迄个演出的时阵啊，你认为讲即个演出的迄个文化，你所感受的，是不是甲台湾有小可不共款？没呢，我感觉上特殊的都是气势完全差不多，而且伫韩国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台湾的印地环境更较强，啊 live house 有较济，韩国几乎拢集中在首尔宏大迄边，伊所有的 live house， 而且大间的像The Wall 遐大500-600人，敢若1-2间尔，所以因嘛是细间足济，细间真济，啊因的个团拢会想讲歌袂一定爱成功，这种心情是差不多的，啊比起来台湾的环境更较好，当然讲像日本东京啊，在因的 live house 展演空间是有够济，但是大家个团拢爱家己开钱去买时段，你若2-3个团队来各做伙去买时段，迄个部分嘛是非常竞争吧，应该是安尼讲。所以台湾的环境是足好的，可能嘛是太好吧。对，我会想讲这是一个新的行业，这是一个新的头路，是一个新的工课会当做，啊有才华的人拢会当入来。所以台湾对这个部分是足包容的，足宽容。对，要咱台湾人本地的个性就是对无共款的物件、新的物件，拢会当有真大的包容感。啊，这个独立乐团吼，自阿凯啊进前到即马要30年啊，啊，这个独立乐团行向未来会安怎行？有啥物款的改变咧？到底歌迷敢会当继续甲因接受咧？咱先休困一下，较等下继续来讲。拄则阿凯有讲到吼，就是讲这个独立乐团这部分啊，那种有真侪有想法、有能力啊，而且有真有才华，真侪人拢愿意来加入。也来想要来请教到阿凯啊，因为就是讲像你拄仔讲的，其实你嘛是看真侪嘛，接触到真侪这无共款这个后辈吼，这有优秀的这少年家啊吼，也真像即马这独立乐团啊，就是大家就是讲乐团一下就变敢若足多吼，想要唱歌的人来当来遮表演吼，大家有想要唱出家己心内遐想法较思想，你安怎来看待讲？台湾这几年安尼向一下变少济这款现象？这当然嘛是毋是忽然间达成的，就嘛有真侪人加入嘛。我感觉真侪优秀的年轻人嘛是侪，有时阵嘛就感觉讲家己做这道是真好啦，是真袂歹，真。不容易想象哦，像告五人当开2场小巨蛋的，啊，我们进前嘛有合作啊，灭火器也当卖棒球场，几大班人的，那种嘛就厉害的，所以这都是愈来愈好吧，职业愈来愈好。对，当然啦，就是个生活真重要，请教阿凯吼，就是讲恁在英国到即马，因为等于讲恁即马做现场的表演算是比较少嘛，对不？对，也安尼恁大部分做这部分啊，敢有甲违背着讲恁当初是恁想要做迄个理念，只是讲恁有一个是讲主角的迄个角色，敢若讲变成敢若亲像一个配角的角色，伫咧斗相共着其他无共款的乐团。恁这一开始踏入音乐这条路，恁当初是迄个想法甲初心有啥物款的变动无？这嘛是我感觉我家己做了真好的部分。虽然讲我的时代早就过啊，可能10年前就过啊，但是特别伫舞台，特别伫录音室的时阵，我感觉阮4个人1997都做了上好的就是艺术的部分，阮是一直有咧突破。啊，阮的个性吧，虽然阮定定讲卖物件，要安怎卖啥物，其实阮真少讨论就知。阮就是一直艺术，要安怎突破，表演要安怎愈做愈好，要安怎制作，所以真侪人。就感觉讲问袂到嘛，就是会当真侪会当交流。啊，虽然讲各讲一遍，就虽然讲我的时代已经过啊，但是嘛有可能阮的时代永远袂结束，嘛有可能啊，对吧？所以阮会定定安尼想一个阿 Q 啦。对。啊，你讲你的时代永远袂结束，你认为你讲你上强上竞争力的是伫咧哪一部分？拄啊，迄句的是阿 Q， 阿 Q 的都像迄称霸全国，樱木花道安尼讲的。阮上强的是阮
阮只 care，阮干那讲专注家己的艺术尔，其他的代志阮拢无管。虽然讲阮知影讲要安怎销售，要安怎 package， 但是迄无重要啊。你知嘛？就是无好营养嘛是无法度背啊。所以阮逐工伫练团，伫咧录音室内底讨论，干那讲这咱有做过吗？有法度愈啊好嘛。所以干那这尔，其他拢完全无变。假设你是一个前辈这个角度，是认为讲，即马这个真侪优秀的这个拄啊出来这个独立乐团啊，这个歌手啊，甚至讲这个音乐这个想要创作者，你有啥物款的建议要互因无？我感觉定来咱做伙来交流就好啊。建议是我像我细汉的时候，我是无爱听的，但这倒是会使安尼，这倒是你会当较，莫讲较你，迄拍拼的价值你会当。唔免遮管，自私的部分你会当更较上心，因为这是艺术的工课嘛。做自私的部分，唔是讲你去害别人啊，唔是这，是讲你做这个歌完全是为着你家己好。大家一定爱介意，无那大家无介意，伊一定爱足厉害。那厉害就是。你拢是绝对的嘛，绝对的，就是有变厉害无，大家有介意无，迄种点阅率会当看出来，就是愈爱。想着家己爱做的，想着家己爱做的。拍拼就是另外一种代志啦。拍拼唔是讲你逐工拢开8点钟写歌，大家无爱听，嘛唔是安尼啦。就是讲，我感觉我做上大的建议就是安，就是唔免听我的，但是你定定想着家己，这有互你变强无？这大家有可能介意无？安尼就上好啊。你敢会想要讲，办一款搁较大型迄个活动，比如讲办一个自下晡到暗时连续办一礼拜，还是讲办一个搁较盛大，还是讲你梦想当中的迄款亲像音乐活动，会选择是啥物款呢？其实差不多呢，阮参阿达啦，咱可能几个月前佫有讲着吼，袂伙去到咱公园的厝边来弄一个，来弄一个，咱会当。伫迄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内底办一个活动安尼。对啊，咱甲票卖了较好咧。是。对，大家趁歌使骑。所以就是你想啦。所以你嘛是有希望讲，就是讲会当，比如讲招某一个区域，比如讲恁高雄在地，大家做伙来拍拼就对啊。这是为真正是为着趣味啦。盐田埔遐是足好的，对不？遐的店啊，遐的小吃是拢足济的。我常常想讲，这完全做会到。就是家的小吃啊，然后转台湾，甚至讲全世界人拢会当知影。然后知影讲这的汕头火锅真好食，但是讲这的面就好，菜单面拢足好食。对，这我感觉咱会做会到，会真趣味吧。袂歹呢，无我就先甲恁点菜啦。恁会当写一条歌吼，结合在地这有诶无诶，咱找一块曲做伙，无得靠。迄个高雄市政府随甲恁买起来啊，对啊，是营销，对啊，嘛是一种营销啦吼。今仔日非常多谢两位来到现场，甲咱讲遐尔济关于着咱台湾的独立音乐，抑个独立乐团真济点点滴滴，非常感谢阿凯抑个阿达啦，非常多谢。真侪人讲，这个少年就是伊的本钱，不过因将伊的青春摕去念歌诗，创作出属于台湾的气味，认真拍拼有梦想，也拼出家己的一片天。邀请咱的观众朋友继续来给因支持鼓励，也请咱观众朋友后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非常多谢，感恩。